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閘嗰隻咧就長勝將軍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埋邊啊龍船快啦，中間有旋風傳奇啊，出邊啊共同輝煌啦，中間綠衫仲有青春力量，外邊粉紅衫就君志成啊，榮耀聖甲啊，咁啊中間黑衫黑帽就勁進勇士啊，後邊四匹馬仗宇啦，仗義啦，咁啊卓越善風就藍帽尾三啦，尾紅衫就長勝將軍，咁啊耀昌盛世咧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咧君志成啊湧咗上嚟喎，內欄第2位咧仲有龍船快啊，分列3、4位嘅馬，凡凡有餘第3啊，共同輝煌第4，第5位嘅馬啦，外邊呢，咁啊有旋風傳奇啦，內欄嗰邊呢就榮耀聖甲，中間青春力量啊，頂大外檔啦，咁啊見到有呢隻就仗義啊，最出仲有隻係卓越善風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龍船快鬥緊君志成嘅時候啊，凡凡有餘率先上嚟啊，再見到埋邊長勝將軍追緊啦，出邊追緊上嚟嘅馬呢，仲有隻勁進勇士青春力量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凡凡有餘啊，咁啊。